而家喺呢個33樓示範單位，上到嚟33樓嘅露台。咁啊，呢個係 C 單位，實用面積460尺。咁佢長走廊側邊咧做咗雪櫃、蒸焗爐，跟住嚟到呢度就開放廚嘅位置。咁空間感都好足夠。望翻呢邊咧就係最靚嘅、最開揚嘅山景，綠色視野最多。咁其實環境幾舒服嘅。洗手間咁啊有齊晒浴室寶，兩間睡房咧都係望翻晒同一邊嘅景觀。呢間就主人房啦。參觀完呢個兩房單位，我自己覺得啦，咁望翻呢邊咧，亦都係相對寧靜，望出去咧，亦都係個景觀開揚啲、舒服啲。最重要係地點位置都係方便，喺就係呢個彩虹站行上嚟都係7分鐘。咁佢呢度會所配套都有齊晒，空中會所、游泳池，亦都有一個庭園會所喺樓下嘅。上到去3樓嘅平台，再轉 lift 上返去唔同嘅座數同層數啦。